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感谢有老主，互咱搁在一次伫礼拜当中，咱同心奉主的名伫这所在，不只是组织来敬拜俄罗伊，咱也是要来领受上帝伊的话语。但愿主今日通过伊微微的福音，互咱所听到的上帝的话，会当互咱得到啥物？智慧的心。即几工有上班的人足欢喜的，因为连续刷休几工。休4工，退休的人敢若无感觉。我毋知影咱是休假，还是愈无闲，还是愈轻松。阮兜是清明哩扫墓啦所以即几工除了每年时间到爱扫墓伫服侍当中，嘛甲这有小可拢相关联咱做一个基督徒不止清明，咱会思想讲咱过去的过往的咱的亲人。咱上山去甲伊孝念，咱嘛思想着讲咱的生命，一世人就是安尼啦。咱拄仔所读过的诗篇不管是启应文103篇遐所描写的，也是咱即马念伊要来领受的90篇即个所在所甲咱讲的咱一世人实在是无偌长啦我昨呢有去参加一个安庙礼拜就是咱的饮酒兄弟伊的妈妈过往咱小可就问我讲牧师啥物时阵感谢兄弟姊妹，小可顶礼拜有看到咱的周报有报告可能有一寡人有留意着有关心但是总是因为因伫故乡啦昨的安息是伫厝内底尤其是透早8点就举行啦我本来按算讲坐高铁头一班去参加安尼时间会较好按算。无离过呢，因为8点因就举行咱台北高铁头一班坐去到嘉义是迄个民雄站毋是民雄站啦，嘉义站就是离太保啦太保甲因故乡东石阁20外公里，但是头一班的捷运高铁到是8点10分到。我看到安尼就毋知是要安怎按算想啊想几工，实在是无法度，嘛歹势邀请兄弟姊妹过去啦但是反正一寡兄弟姊妹有礼拜一啦，因为伊伫财传组过去迄个团宣队真侪队员，所以咱反正的兄弟姊妹有几个人去搁甲当地因教会妈妈的教会兄弟姊妹竟然联合有献诗啦念你会听到因为8点10分才会到迄个高雄买落家己我无法度，所以我就因为因是家己一班车，一台车已经坐满啦，牧师缀无着阵啦。有一个是伊高雄起来我只好一个人开车开车阮查某囝讲爸爸你开车拄久，我陪你好啦。后来师母讲无同齐啦，陪你啦，因为一台车咱坐几个人，所以阮3个人落去。行讲会去东屯啦，我就竟然本来甲伊约讲2点出门，因是另外一台车是3点要出门，我想讲我开较慢目睭也无好，我2点出门，困袂去也无甲因讲，我1点出门所以1点就出门啦，1点出门去到遐无啥趁的，因为竟然讲半暝高速公路无收费无啥车啦。但是去到新竹过到台中开始就小可有趁啦嘛不管如何无讲介趁啦，去到因迄个所在未5点4点半加嘛无一间洗面啥物拢无通休困，要找便所找无，加在休迄庙埕嘛歹势讲去庙毋知有无便所，加在对面一个公园毋知公园内底有便所无，加在有公园有便所所以天光4点半5点安尼8点开始要去台，无底去只好踮咧车顶小眯一下困袂去我就
咱咧即马迄个 Google Map 真厉害吼，我就甲伊讲，即个啥物所在地图看，连伊因伫倒爱搁去问别人者吼，我就去地图甲伊点出来，我请迄个农电吼，我就甲迄个地图点出来吼。这背景吼，连要点吼，背景是张献诗的迄条歌，毋是阮唱的，是迄个 Google 迄落来点者看者。这所在是伫东石的一个叫望寮村吼，迄个戴锦州的兄弟因兜。可以播放。无声音哦。这是因妈妈上爱的一条诗歌，昨昏大家就献这条诗歌，无声音哦。无要紧啦吼，这条诗歌叫做《圣神的轨迹》哦。顶礼拜，到2礼拜之前伊迄是做神父的人啦，伊就讲我叫阮大家即摆咧变床吼，伊问讲你以后要去倒啦？你上爱啥？叫伊背圣灵的果子安尼啊？因妈妈拢安尼背起来吼，无离过原来是因妈妈吼上爱坐吼，所以献诗的时阵就献即个诗歌互伊听。大家敢有看到即影片50几秒钟？我毋知你感受到啥物啦吼。这是咱台湾吼一个渔村啦吼，渔村啦吼，伫迄个叫做西华，信兄恁兜顶面无远啦吼。恁兜下骹吧，这顶面无远啦吼，应该半点钟会到啦吼。恁兜过去北门啦、布袋就东石啊啦。吼，台湾的即个西海岸，一个渔村渔村的所在啦吼。渔村吼，渔村好。大无，伊这毋是搁伫东石港较老咧是顶面一点啊，因为是对岸吼。这是因遮的人信耶稣非常的少，阮老母吼毋捌字吼，行动也无方便啦，每礼拜爱有人去载伊啊。吼，因一个教会叫做过教会吼，这渔村吼无偌济人，我安尼甲放大吼，会看到咱后个嘉义县。放大看到一寡，咱后来看到台湾省咱大个所在。台湾是地球的一寡外国人毋知影台湾伫台呢吼，台湾还自由安尼吼，无人毋知影伫啥物所在吼，真侪人毋捌。但是我离迄个庙埕，因迄个庄头上大个庙埕，停车停个伊就10只呢吼，迄庙埕遮尔大吼。我就是用迄个 Google Map 甲即个安尼甲伊叫做一个安怎缩影啦吼，安尼甲伊，互大家小思想着我伫迄个所在，讲明年要参加迄个带妈妈的安息礼拜，想到讲伊伫迄个所在会当信耶稣吼，无简单呢。因为庄仔头的人讲，你哪会去信耶稣？佫毋捌字呢。但是昨因的牧师讲到吼。带妈妈吼，除了伊破病最后2礼拜，因为伫病院无做礼拜，伊讲伊逐礼拜拢去教会做礼拜。尤其即个牧师拄接任迄个教会的时阵，即个带妈妈就甲伊讲讲我逐礼拜吼拢来教会安尼吼，所以伊昨嘛讲到讲即个会友吼，实在是非常的爱上帝，爱上帝。我后来昨昏转来吼，搁去东石渔港食一下豆，安尼转啊厝要5点，10外点钟啦吼，10外点钟，昨昏身躯细细紧困，因为今日要来做礼拜，所以一起起来头天光安尼吼。今日要甲大家弟兄们咱来分享吼，咱即个诗篇90篇，咱基督教吼。最近即几年吼，有人讲咱信耶稣的人，一寡咱无信耶稣的，尤其是咱的亲人吼，尤其你扫墓的时阵，尤其你咱厝的人你做基从啥物时阵，讲你拢无爱拜你的是大人安尼足不孝的，安怎吼？我早嘛面临共款即款的问题吼，但是即几年咱
教会界有用一个方式用一个方式，毋知大家有参加过有听过无叫做三献礼。三献礼即个献有三项献就是献水搁是献花搁来是献节献水呢咱思想教讲啉水爱输源头所以咱用这个献水来表达讲，咱其实咱做一个基督徒信耶稣咱对咱的祖先犹原是安怎，嘛是有孝念的啦。咱知影咱倒位来，但是因为咱的一寡无信主的兄弟姊妹，咱的亲人毋知影。如果咱也有读圣经，咱知影咱人类的总源头，就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这献水要表达讲，咱有饮水思源，饮水思源到上路头真真正正叫做认主归宗是认捌上帝。总是讲一寡人无明白。我拄仔讲带妈妈伊无读册，但是听伊后生新妇，咱顶摆听过讲带真祖兄弟伊的信主是因即个某的关系所以因两个翁仔某对妈妈的信主非常的有心所以带领妈妈信主带真祖兄弟因兜较早是拍盐的，因为迄个所在有3种行业，掠鱼的饲蚵仔就是拍盐的安尼啦。因兜是拍盐的，妈妈拍盐，共伊爸爸拍盐，嘛伊搁去另外搁去找头路趁一寡生活费。逐工就去顾3顿啦，为3顿。但是呢，当伊的后生新妇来讲，上帝才是咱真真正正爱明白甲瓦靠的。后来伊因为安尼嘛是信了耶稣。后来我拄仔讲，伊逐礼拜去做礼拜，毋捌伊安怎会当背圣经。牧师来讲一句，伊就听一句，惊耳孔入去，惊头壳背出来。所以呢，伊伫病床当中我就听伊安尼背迄个圣灵的规矩，叮叮叮叮因讲你将来要去倒位？伊讲伊要去耶稣遐非常非常的一个平安非常一个喜乐的一个妈妈。我拄仔讲咱献水，其实就是要表达讲咱基督徒毋是忘恩背祖无。第二呢，献花献花就是咱去扫墓有当时会看四字，也就咱厝会写有四字叫做祖德流芳祖德流芳咱祖先一寡好的一寡代志，逐日咱来甲孝念。献花就是要孝念咱来诚做咱的榜样，咱会当来学习咱嘛对咱的祖先一寡好代志，咱会甲伊捡起来，歹代志就莫去甲孝念因为咱人拢毋是个完全人。所以献花其实嘛表达到咱对先人有一个敬意甲敬爱。第三就是献蜡烛大家想到啥物？嘛是共款四字，甲光有关系啥物？光宗耀祖，台语安怎讲我今日讲了真侪拢绕高。光宗耀祖，台语安怎讲？光宗耀祖。即三个献，感觉大家有意义无？甲咱传统有违背也是共款嘛所以我毋知影咱以后，如果咱若讲咱的亲人无认捌主，对咱的信仰有感觉误解咱会当嘛照着这甲咱的亲人会来彼此来分享。所以我即几年，当阮是大人过身我的兄弟姊妹真侪拢无信我嘛是拢用安尼甲因分享你甲因分享。咱今日要来看诗篇90篇，因为
有较长一条吼，我袂讲逐节来分享吼，但是重点啦吼，诗篇90篇咧吼，90篇遮尔啊济吼，咱拄仔已经听过啊吼，周报顶面嘛有啦吼。简单讲吼，诗篇我顶解讲，总共有150篇，分做5卷，吼，切做5卷。即诗篇的即个90篇是吼5卷当中的第4卷的头一篇，吼，这是摩西所写的。你这个和平的圣经，甲摩西该形容做神人呐，神人，就是上帝所重用的一个人，伊的祈祷。诗篇90篇是摩西伊的祈祷。讲到即个遮尔10几节当中，虽然较长，但是简单讲就是讲2项，一项讲到上帝，一项讲到人。所以咱今日要通过诗篇90篇咧，要来思想啥物？上帝甲人，吼。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为何值得咱来追求伊？吼，来敬拜伊，吼，来敬畏伊，吼。咱人，这个人虽然是世界遮尔侪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你，吼，一个咱，吼，一个我，吼。我即个人是啥物款的一个人？吼，咱来通过这咱来思想，吼。所以呢，今日啦，吼，诗篇90篇当中，遮有形容啊，吼，就有形容，吼。要形容的之前，咱倒来思想摩西即个人。摩西即个人活几岁？120岁。吼，对咱现代人来讲是人类，吼。有人讲活到120几岁，即马敢若毋知有啊无？上无110几岁，吼，拢差不多120岁啦，吼。已经靠咱人的现代人的进步啊啦，未来我毋知啦，吼。我讲过去的人是不止安尼岁数哦，吼。我顶下讲人类有记载吼，圣经上侪岁数的人几岁？969岁啊！即马已经无即款人啦吼，但是圣经有记载哦，人内底上长岁数的是969岁。大家兄弟姊妹，你有想要活到969岁无？无啦吼，到时你的亲人毋知拢伫代啊吼，你阁活条的吼。好，摩西伊是120岁，伊的人生啊分做3个部分，嘛会当讲2部分。主要要讲3个部分，就是伊头仔40年是做一个王子，中仔40年是走路流浪，上尾40年上帝使用伊，真侪以色列人吼，因的领袖带领因脱离苦海。这是摩西3部分，但是伊这3部分简单讲嘛是分做2部分。2部分就是头仔40年加40年的80年，这头一部分。第2部分伊的后壁40年，为啥安尼分？因为伊头仔80年，不管是王子还是走路的一个人，饲羊仔、顾羊仔，伊无真正认捌上帝，伊嘛无上帝呼召。头仔40年是真热心啦。哦，知影伊的身世以后，想要爱伊的同胞，但是无去顾哦，伊的一寡作为吼，互伊去走路，无入捌上帝人生80年，大起大落。但是当伊要80岁时阵，上帝拣选伊，要来使用伊，真做以色列人会当脱离苦海的一个拯救的一个关键来。伊后来40年，就是真做上帝甲伊找用。伊的人生就分做安尼的2部分，吼，的2部分。关键是啥物？是有上帝的同在，也是无。我拄仔讲伊头仔80年，
无上帝的同在，因为伊无入捌上帝。但是上帝是甲咱每个人随时咧会当去领受到伊的同在。敢若讲日头每一工拢会出来。今日虽然咱透早起来，因为今日天气关系无看到日头，但是日头犹原在。咱人有当时无了解、体会到上帝的存在意，是因为咱的人生当中、生命内底有乌云，甲咱掠看，看袂到上帝，毋捌上帝。但是咱若怎啊讲有信心，突破迄个昏沉，咱就会当有迄个关度，就会看到上帝，明白上帝。关键就是有上帝的同在无？上帝一直同在。摩西的头80年，上帝嘛同在，但是伊无去感受到，伊无去敬畏伊，伊无去倚靠伊，伊无去敬佩伊。关键是咱有去体会到无？有明白无？摩西伊的后半世人，最后70年，为什么会当上帝来使用？因为伊已经明白上帝。也倚靠上帝，也愿意互上帝来使用。我毋知兄弟姊妹听到遮，还袂讲完咯。你会去思想，那你的生命是要安怎来过？摩西，伊头一节今日甲讲的，伊讲到讲，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伊头安尼讲啊，第二节呢，正山。也未受造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伊头两节简简单单讲，上帝就安尼尔两节甲你形容，后壁拢讲人咧，拢讲人。讲到这啊，讲伊是咱人的避难所。我拄讲摩西伊是走路的人诶，后来伊上帝差遣的，伊写这个。诗篇90篇第一句就讲，上帝是伊啥物款人？伊也讲知影上帝是避难所，伊当初咧埃及嘛免走路啦，对无？但为啥伊爱走路？因为毋知影上帝。避难所呢，就是遮有讲的这国语才有写出来，在遮台语写无啦是咱人徛起的所在啦。会当徛起的所在啦，我昨昏有翕相，但无互大家看。我遐一寡渔村一寡厝嘛拍远无人住的，厝顶无去啊，壁啊无会青草，有诶无诶但是迄当初嘛一间厝呢，对无？有人住对无？风台天啊免惊，厝会当迄砖仔厝、红砖仔厝但是即马已经无人住，为虾米？遐无可能无法度趁食，有人已经离开啊啦也是安怎啦厝无人咧住就歹去啊。敢会当诚做避难所？无法度，连有时间咱要看相片，即马看袂到啦是啥物款？是永久的古老地这个意思是安尼啦大家来小体会一下摩西对上帝的明白是安尼讲，伊是安尼描写。兄弟姊妹，你心中的上帝，你所明白的上帝，你所倚靠的上帝，是你的避难所吗？是你随时的帮站吗？是你永远会当徛起的所在吗？讲到上帝，我拄仔讲的，伊用安尼第二再讲啊，你永永远远是啥物？是上帝，毋是因为你心情好歹，即时是上帝，迄时毋是上帝啊。就我拜拜人，我顶下讲过。伊也有灵有邪，你甲安尼传青草好了，互伊食，甲拜啊，一直逐工拜，3顿拜，随时拜。无灵无邪的阵安怎？迄个神就甲当作粪扫来单调，嘛有可能的。咱所对待的上帝，如果是安尼也无值得咱来甲伊倚靠。但是咱上帝毋是安尼上帝，咱也袂当安尼甲对待。但是摩西安怎对待上帝？上帝是伊的避难所，是伊永永远远的上帝，因为上帝伊永远就是上帝。摩西简单用这两节来形容伊所明白的上帝。咱会当来思想今日诗篇90篇，互咱来思想咱
自己，咱对咱的上帝是啥物款的明白，是啥物款的态度，咱愿意安怎来跟对伊呢？后来经文是讲到人，咱人用安尼十几节的经文咧讲人，因为讲遮尔济啦吼，莫一句啊一句看吼，我甲整理出来，整理出来。讲到人吼，伊安尼形容讲人生啊，咱人啊，人生就亲像啥物，大家所读过听着，毋知有印象无吼？亲像啥物？土粉90篇对无？咱拄啊103篇有读着无？共款啦吼。圣经其他的所在嘛，诚侪安尼甲咱提醒吼。亲像土粉，最后安怎？归回原本。第二，讲亲像啥物？一场梦。咱人是有罪过的吼，有秘密的罪，但是安怎秘密拢砍袂牢啦吼。总是一天上帝拢会照咱人吼，会甲咱做审判吼。啊，亲像啥物？亲像草。凋谢打去，咱拄啊诗篇103篇嘛有讲安尼嘛，对无？风啊一吹，就安怎？就无去啊，过来亲像啥物？吐一口气，咱人活着就是干那靠一口气，无一口气就无去啊，最后一口气无就无啊。伊形容咱人的一生是安怎？劳苦忧愁劳苦忧愁过来安怎？亲像在飞共款飞安怎？一目年久呢，就过去啊。我毋知影大家兄弟姊妹，咱咧过生活、过日子的时阵，敢有即款的感受？有当时咱无安尼感受呢。敢若尹先生创啥真无闲、真无聊，摕一寡代志来做安尼吼。但是我毋知影，尤其咱若有参加，我昨昏参加安尼安息礼拜，就参加有一寡特别的时刻当中，我毋知你会去想到袂？我昨昏坐喺迄个所在参加安息礼拜，饮酒兄弟去形容伊妈妈的时阵，讲到安怎，是一世人，敢若昨昏，但是已经过去啊。因妈妈活87岁，嘛算长岁寿啦，但是总是10000年啊久就过去啊，虽然是安尼听起来，敢若哇人生真消极呢，其实无啦其实读圣经咱对这个消极面咱会去看到有迄个光明有暗网的另外一方面。所以诗篇的这个后壁呢，下骹我毋知影你所读的诗篇拢看顶面还是看下面啦，两面拢爱看啦但是搁较重的是咱来看到结局啦结局。摩西安怎描写？安怎描写？咱来看遮个经文那我嘛来整理出来伊讲伊有领受着，伊嘛毋茫领受着。如果伊还袂，伊嘛会当得着，还是已经领受着，伊爱去享受啥物？上帝互咱的，互伊的福气咱会后礼拜煞去读《以弗所书》第1章，上帝互咱有各种天顶属灵的福气你这诗篇90篇，遮嘛摩西甲咱讲第一伊讲到啥物福气？心有智慧。摩西甲上帝祈祷，伊应茫会当做一个啥物款人？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心的人。我拄仔开头讲，咱兄弟姊妹，咱茫每一个人会当有一个智慧的心，帮助咱来过有智慧的生活过有智慧的人生咱到底有得了有也无？有得着也无？箴言有一句话讲，啥物款？就是智慧的开始。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啦。摩西有智慧的心啦，
有安尼对伊人生的即个体会，写出90篇的即个诗篇，吼、伊讲啦，享受上帝的慈爱，上帝有公义嘛有慈爱，伊嘛会当来领受着上帝的慈爱，享受咧上帝的慈爱内底，不只是慈爱，嘛有安怎喜乐。虽然人生有苦难，拄仔讲不过是劳苦忧愁，但是咱较积极的看，甲食苦嘛当作食补对无？嘛是一种福气甲享受咧吼。过来呢，伊安怎看到上帝大能啊，上帝的一字写毋对啦吼，的作为甲上帝的英美阳光，迄种有一寡代志吼。咱看是安尼，但是咱看的内底会去看到真真正正上帝要互咱的，有当时啊是功课啊、学习啊，还是上帝伊的背后啊，其实毋是干咱表演看到安尼啊。几啊年前我看一个《国家宝藏》，美国的电影《国家宝藏》，迄个图看袂出来，美国独立宣言敢若是独立宣言，原来美国独立宣言的背后有秘密有宝藏。用一寡镜啦，从啥物安尼油水啦，从啥啦安尼，佫会使破坏这个国宝，这个是文件吼，进入历史悠久文件。迄电影啦，迄电影迄毋是真诶啦吼。但是讲伊要想办法，咱人看袂出来。个美国独立宣言虽然是真宝贵，但是嘛无啥物啊。但是总是知影讲秘密诶人讲，迄内底有宝贝呢，有藏宝图诶一寡指示呢。兄弟姊妹，咱读圣经，敢会当亲像安尼去找到宝贝呢？咱来挖过上帝，会当因为安尼，咱知影讲上帝，咱挖过上帝，实在是大大有福气呢。还是讲这是一个心灵的安慰尔啦。所以真侪人啊，无代无志，袂去庙会拜拜啦。啥物事会去庙会拜拜？厝诶无顺时啊，人无拄好啊，就会去庙会拜拜啊。像阮兜做较早做囡仔诶时阵。当然有当时会去拜，但是特别的时阵就安怎？今日毋是初二15，毋是初二16，嘛特别去，为虾米？人无法度搞3嘛搞，对无？你敢知我咧讲啥？为虾米安尼？因为你有需要。其实咱人每一工拢有需要上帝。过来，最后呢，一切拢顺势啊！这是诗篇90篇摩西伊所写伊的领受。我拄仔讲今日时间关系，咱无详细完全来讲这个经文，但是我整理出来就是安尼，简单讲，最后就分做2点。要讲结论2点进前，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讲啊，我就是道路。当然，这句话后壁佫有两个意思啦，我就是安怎真理、生命。我即摆讲上帝，耶稣讲我就是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这道路毋是讲甲你指引一个方向，伊乃是就是迄条路，咱行喺顶面，最后咱会当知影咱将来人生的结果，咱要去倒落。所以我拄仔讲戴妈妈，伊伫即个病床顶面啊。伊定定一直因啊，伊讲我要去耶稣遐，我要去耶稣遐，我要去耶稣遐。伊破病2礼拜，最后上帝照伊的时间，甲伊接转去。所以我最后用2句话，咱大家来思想，兄弟姊妹，你是安怎看待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啥物？咱每一工的每一分每一秒，迄拢代表咱的生命。咱是安怎来看待你的时间呢？上帝互咱的时间，每个人拢足公平的，一工24小时，虽然有长有短啦，嘛，今日咱通过，今日咱来做礼拜来思想摩西所写的这诗篇90篇。嘛，咱兄弟姊妹，咱会当得到一个智慧的心，连这个台湾，80几年前出世的即个，伊毋是东石人戴妈妈是东石下平一个讲一个村庄我毋知影啥物名，即摆记袂起啦，是过来因即庄的啦，伊就一世人就住
住伫即个家己关咱迄个所在安尼啦，毋捌字啦。但是有人甲伊讲，你爱来，我靠耶稣，你捌上帝，伊就是遮尔单纯，相信伊。伊甲摩西共款，伊无认捌上帝真情，就是一个拍盐的一个富人人，家用无够的时阵，佫去做工啊，安尼。但是啊，伊请养4个囡仔，其中是咱一个真祖兄弟。伊认捌耶稣以后，逐礼拜就是少年礼拜来做礼拜。我会记得我伫家人随风中央一个山头一个教会，我迄阵做神学生，每礼拜去载4个妈妈，一个一支骹的，无法度行路的，一个翘骨的，80几个老妈妈，足瘦的，比李妈妈搁较瘦，李老师搁较瘦。一个中央的，一个足肥的阿嬷，袂80岁。佫一个外表看起无讲介高，但是嘛已经年老啊。我每礼拜要做礼拜之前，就去载因4个人。其中一个迄个中央的妈妈拢伫因兜的门口口咧看，等我来。有一工我去载，伊甲我讲：你行咧较慢哦。载4个人嘛，无一定讲几分到，我毋是公车，毋是火车。我讲你行咧有较慢呢。因迄4个人咧等我。拢毋忙讲紧来甲伊载着，去教会做礼拜。虽然迄间教会我去的时阵，敢若7个人，其中伊4个。即间教会原来的教会讲想要来关起，但是迄阵佫一寡会友就派甲先阿姨申请先阿先阮就去，无牧师先阿先就是一牧师安尼，我去的时阵，迄阿嬷就拜托阿嬷就祈祷会，拜六就去探访，去准备一寡代志，礼拜要主持礼拜。下晡佫袂当转来呢，佫下晡佫踮安尼死过去安尼转厝忝歪歪佫甲转去阮厝诶，看阮是大人。神学生的日子，毋知安怎过，我毋知足幸无用电嘛。可能这是题外话啦，因为讲迄个带妈妈嘛是有人知啦。毋通讲煞后礼拜恁敲电话我无事，你来载我。尤其是即个姓余兄恁兜住隔壁巷尔，毋通敲电话叫牧师去载恁个。我去找停车位坐一日坐1点钟，我找无好，开玩笑啦兄弟姊妹，我讲，咱今日当来敬拜上帝，有啲有福气的人，咱免人甲咱载啦，咱会当不管家己开车来坐捷运行路坐脚踏车，拢真方便咱这所在冬天袂寒热人袂热对无？因为咱环境长即个外在环境遮尔好但是我想到讲咱全台湾真侪所在教会实在是要做礼拜无讲介顺时的所在望主会当互咱的即个遮尔侪稳定来好好来珍惜咱常常会当来敬拜有一天咱拢袂当来啦，你想要来嘛袂当来啦望讲咱会当搁来上帝伊面头前的时阵，咱就把握每一届的机会，好来甲伊敬拜好来领受咱家己的生命，通过敬拜来调整咱家己，互咱甲上帝愈来愈安怎，愈合一，愈来愈有上帝伊的样式伫咱的生命内底，好珍惜上帝，互咱的每一天来为家己活，嘛来为上帝活。咱三个阿人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兄弟姊妹今日拢有一个较无，愿你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通过诗歌来学罗主你的名，也愿主你今日通过你卑微的仆人所分享的这段诗篇的话语，互阮来思想着
主，你是值得阮来甲伊敬拜的一个上帝，也互阮会当来思想到阮的一个人是何等的有限。愿主你互阮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有智慧的心，会当来享受到上帝你的慈爱，享受到上帝你要互阮的喜乐，以及会当伫阮的生活当中，检采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也会当看到上帝你的大作为，你的荣美，你的一切，拢互阮不管是顺时也无顺时，阮知影会当倚靠着主，阮凡事拢会当过，凡事拢会当得胜，凡事拢会当看做好，有美好的一面，会当知影，阮的一生靠家己，阮总是无法度到业，但是阮倚靠你，阮一切拢有够了。感谢阿老，安尼向你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